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民进党今仔日正式提名赖清德参选2024的总统，安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总统头一摆表示，家己随时准备好通上场。中国暗算16日台湾的北部。北平规划禁航区，另外针对台湾2000多项产品进行贸易比率的调查。新闻头起先来看，民进党伫今仔日正式提名党主席赖清德来参选2024的总统。赖清德是画出要高票当选，抑阁有国会单独过半这两个目标。而且赖清德嘛强调，台湾原本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统一也是独立的争议。中国若是要拍台湾，就要承担着全球性的灾难。赖清德嘛讲，2024的总统大选毋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是要选民主也是专制。第一，总统高票当选。第二，国会单独过半。话讲2024大选总目标，民进党12正式提名主席，也是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参选2024第16任总统，以挺台湾做口号，宣告选战正式开始。对于各界关心的两番论述，赖清德声明，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唔免搁再宣布独立。2024是民主加专制的选择。2024年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而是民主与专制的抉择。我要敬请全国父老乡亲，再一次用手中神圣的选票，选择民主，巩固民主。赖清德讲，台湾无统独问题，会持续壮大中华民国台湾，延续蔡英文的路线，也批评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访问是行转去一个中国原则的限制。赖清德也呼吁中国应该体认，仍对台湾发动战争，会造成中国无法度承担的全球性灾难。正所谓，备战才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实力带来和平。团结胜选，挺台湾，挺台湾。民进党真早就备战，营造团结的气势。赖清德会先成立竞选办公室，竞选总部可望10月以后成立。2024提名小组召集人潘明安甲民进党秘书长柯立明分工接将大选的兵符，要拼总统甲立委生涯。记者综合报道。2024的总统大选，国民党这边，新北市长侯友宜伫今仔日总算头一摆有表示，讲家己随时拢准备好势会当上场。另外嘛，互人看作是国民党的人选之一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当访问美国结束，今仔日阁飞去日本的交流，一举一动拢受到外界关注。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团结！国民党胜利！手牵手画口号，展现团结气势。国民党中常会12日通过，典内区域立委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罗秀燕等南营县市首长也拢到场。甲16个得到提名立委参选人共同造势。下一阶段，我们要进一步的，包含民众党，包含在野其他政党。包含很多非绿的朋友，甚至民进党有觉悟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团结在一起。眼前2024总统大选画下团结会的势力，不过人也早早定调一个，各界也拢关心国民党什么时阵才确认定调竞选。我们最晚6月18号第3阶段立委全数提名人选之前，绝对会让我们的最强母鸡出来。我倒不觉得现在这个党内已经达成这个征召哪一位候选人的这个共识，因为2位都非常优秀啊。马赢2个可能竞选，侯友宜罕见出现伫党中央甲朱立伦做伙，已经表态要参选国民党2024总统大选提名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正在结束访美行程，12要过去日本访问。礼拜6回来再说。郭董是对国民党有信心，还是对您自己有信心？对中华民国有信心。我们随时让自己的准备能够随时面对所有的挑战，都能够克服，以及随时也可以上场。
而控制署那亚总统人选用定调方式提名，朱立伦强调，会根据规个组客观的环境，伫上适当的时机宣布对政调候选人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支持共同提名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仔日报告，面对前几日中国伫咧台湾的周边军演，咱的国军拢有提升备战的等级，到加强戒备的等级。那外界咧认为，中国即摆出动航空母舰山东号伫咧台湾的东部外海行动，这个目标就是花莲的嘉山基地。不过，国防部是敢若回应讲，因随时拢有咧掌握，会继续加强防卫战力。真济台军8架车、重战车12透早罕见的出现伫高雄街路，陆军集军团586总驾驶用机动行军一路为台中往南前往恒春联训基地展开联合作战。因为操演拄啊好是宽台军演落幕，国军维持战备无停休。回顾中共伫台海3天军演，国防部指出，为蔡总统专机出访前都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当共军七8宣布实施联合利剑演习，国军随提升战备等级到加强戒备，以守长线、守领海、守主权3大原则，协同海巡舰艇上准共军机舰。这个演习期间，是没有发现它有经过我们24山东号、辽宁舰，包含后面的陆续续的福建号等等。还有，甚至您刚刚提到的歼15后面会改装等等，都是我们持续勤收跟关注的重点。甲去年8月为台军演比起来，今年军演较少大规模实弹射击。中共演练歼15战机起降，互外界放弃山东号敢是变作共军执政敌。另外，山东号伫咱台湾东部外海出现，互人解读对台湾采取外租来访，目标是上准嘉山基地。不管它是内封外控也好，外封内控也好，只要对我尤其是东部大家比较在意的包含我们防卫作战，东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我们所有建军备战跟我们的军事发展、军事投资等等，所有的建案方式一定建立一个可视的防卫兵力。山中舰以及辽宁舰这2艘航舰的成军我想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共跨岛链的作战能力在逐次的提升。中共阁透过这个军演操作假消息，加认知作战，用好亲像现场报道传达消息，对国军威胁阁较大。另外，台中13展开民安演习，专董事表示，今年的演习也无纳入高中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台湾的周边军演，嘛是引起欧盟的关注。欧盟的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昨时搁再强调，欧盟绝对反对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的现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强调，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这目的是要维护和平，唔是要和中国对抗，无要搁展开新的冷战。欧盟关心中国的宽台军演，表示讲台湾的现况无应该透过武力来改变，因为任何台海情势恶化、爆发意外，也是使用武力，拢会对全球产生正大的冲击。Nous nous positionnons de manière forte contre toute volonté de changement unilatéral du statu quo, en particulier par l'utilisation de la force. 中国解放军虽然讲结束宽台演习，但是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是继续对台湾做侵扰。中国外交部11国强调，会坚持采取上有力的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台湾的国防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菲律宾在中国宽台军演了后，嘛开始3礼拜联合演习，双方是投入要18000人，规模是30当来上大的。美菲要联手来反制中国的意思是真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11和菲律宾外长和国防部长伫华府会面，强调讲联合军演的目的，不是要和中国开始新的冷战。Our goal is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creating opportunity. It's not to engage in a new Cold War. It's not to contain China. We don't expect any violent reac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se exercises is intended for our collective defense with the U.S. and other allies. 会中是讲到强烈反对伫南海的非法军事主张，敦海岛大的军事化和威胁和起无空，包括中国最近干扰菲律宾伫南海岸边啊地区的行为。讲到台海议题，佮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和繁荣袂当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从今年2月到昨，咱台湾西部沿海有找到几若个水流死。经过调查，其中有10个是越南籍的死者，拢伫咧一份14个人的偷渡名单内底。检警研判，这群人是家己为中国买船要偷渡来台湾，煞无设置出意外。目前已经排除人口贩仔涉案的可能性。透过龙基地爬上去，确认状况。海巡进前接到通报，伫中华王景外海风机平台顶有一具查甫人遗体。比对死者身份，甲越南官方所提供的偷渡失联名单同款，检警持续调查沿海遗体，目前已经认出来10区，拢是共团越南籍人士，还有4个人也被找到。那个后来也证实说，应该就是越南籍，有可能是他刚翻覆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体力嘛，遇到那个平台，所以有办法攀爬上去。14个人的越南偷渡团，警方查出因是为北越行路到中国更西了后，再坐车到福建。因集资上100万，购买有发动机的玻璃纤维快艇，伫2月18开船出海，想要偷渡来台湾，结果到尾意外落海。相关的进度里面，并没有发现有台湾的人蛇来进行一个接驳或是这个掩护等等的一个情形。国内为2月18甲当拢总发现25具遗体，先后伫沿海出现，各加风机台顶的越南遗体，离台湾本岛敢若10公里。毋过快艇到即马也下落不明，甚至海巡伫事发前后无侦查到这只船，互监委伫质疑海巡这单位反应上慢，所以申请主动调查。这个事情从2月底就被通报了，的确是在3月底才成立这样的一个专案，那当然也过了1个月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查的重点啊，到底这些相关的机关哈，他们在掌握到这个情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即刻的去掌握？那海巡在这个部分不可能拖任何1分1秒，因为当我们打捞到浮尸大体的时候，我们是1分1秒都不能够延误的，完全不可能延误。这个恐怕是外界对于海巡职权非常大的误解。相关单位巡查是不是有周全，是不是有清楚掌握偷渡集团动态等等，有监委提出疑虑。海委会主委关佩莲讲，海巡绝对无延误通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开始出现真侪报税诈骗简讯，亲像通知爱纳车的燃料税这款的，要注意哦。若是点入去简讯所写的网站，佮照要求输入信用卡的资讯，但即马就有民众已经互人套路卡入31万起啊！公路总局是提醒民众，亲像这款爱纳税通知，因拢会寄批，袂阁寄简讯，所以唔通阁互人骗去啊！手机个来信是汽车燃料税959咧，有民众收到催缴通知，佮想讲今年敢是提早交税咧，点入要连接一看，佮互警告，若无付钱可能罚3000，赶紧写信用卡号码完成交易。那我在想说，我的汽车刚好我又收到要检验啊，要那个，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他发，就是政府机关发的？因为我要检验的，我要先去缴牌照税，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才会去点选这种东西。一时无注意，自首者互诈骗集团骗去信用卡号码外漏了后，短短1分钟连收6个国外路卡通知，总共有31万。原来不法集团也是监理站滥发钓鱼简讯，3月底到即马，公路总局统计有超过3000人收到。燃料费是在7月份开征，不是现在。那催缴也不是现在哈。再就是我们是会用书面通知。诈骗信息要来破解咧，警方提醒，简讯发送号码，不管是+60、+61，也是+66出现加号，都要警觉。而且这毋是台湾国码，所以去网址连接也真重要。政府部门拢用 gov.tw 结束。我们目前其实都尽量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去通知民众，那也要请民众特别小心，就是 gov 的那个 o 字可不可能被替换成0或其他类似长得很像的。
连续洗诈骗为3月到即马，因两岸反诈专线接到资讯，协一部分有50件，也出现2,000民众受害。毋过，税负诈骗5会10式，除了这案件以外，各用电话通知退税，骗民众提卡到提款机，数字小号，或者是用税负收费为理由，要求扫描 QR code 登录个人资料等，大家拢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市真出名的拉拉山自然保护区，有真侪人拢会去遐爬山，去遐参观，强要探到天顶的大树。原地遐是无咧收钱的，毋过为今年2月拉拉山互人重新核定做国家森林游乐区了后，即马为18开始入园就要开始收钱啊，会由部落和政府共同来管理营运。这在地机动车造成的拉拉山转接车队直接到森林游乐区入口，行伫个步道沿路拢真大树啊，无到10分钟，就看到1号树啊，宽10公尺，悬35公尺，就伫个短短1公里内，沿看到4丛真大树啊。今年2月新核定的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前身是自然保护区，有全台员工是上亲民的巨木群。跟我们接近这个树木的距离啊很近，而且体力不用很大的要求，散步就可以看到巨木。对，胸径超过1公尺以上的巨木，至少就有超过100棵，走在里面就其实在被巨木所包围。拉拉山伫桃园市复兴区北环780，集中海拔无零台，保留原始林上。原来保护区无收费参观，暗过在地居民则希望移转行做森林游乐区。透过收门票，政府有经费改善已故失修的设施。过去每年17万人来遮佚佗，里长希望沿转型游客营增加，暗过也免增加伤过济。倍增的话，它的交通反而会打结，对，因为我们里面就是主要是停车位有限，希望有客人，但是太多的话，反而那个质反而会比较差一点。全台19个国家森林游乐区面积第2细拉拉山，伊的周边较下，停车位有限，人济时阵定定排甲长路路。社区决定组成车队，提供游客付钱转接服务，来提升旅游品质。这是第一由在地部落甲政府共同发起推动国家森林游乐区，地方部落参加游乐区规划，而且共同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最近若是对台海的问题讲无爱插手，也是讲因法国国内原也未煞的年金改革，拢引起真侪批评。昨马克宏去访问荷兰，发表演说，要讲欧洲的主权议题，现场就有民众大声咧抗议法国的年金改革。法国总统马克宏10月伫荷兰的海牙国际人权研究和政策中心的连结研究所发表演说，开场无偌久，就发生伫个现场的民众因大声咧抗议的场面。I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if you give me some time. Nobody listens. You have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s. Conventions of climate has been put aside. What can you say when you talk about Europe? 民众抗议马克宏政府动用宪法，硬要来通过法国年金改革法案的行为。因家海报赢权咧批评马克宏政府是暴力甲假善良的总统。面对演说的现场安尼如假假，马克宏表示讲，民主的社会包容无同的声音，不过未代表讲安尼会当揽三来。后来抗议的民众互人带离开去。There are places where you can have violence. This is exactly places where this type of expressions are forbidden, and this is why I do believe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social debate. 马克宏是23年来头一个访问荷兰的法国总统。荷兰的王室设宴来款待马克宏因翁仔食。荷兰国会两院议长嘛捐规家来接待马克宏政府的年金改革法案，引起国内的抗议声音已经刷了几落礼拜。加上进前访问中国发表，避免因为台湾的问题来加入去美中冲突，这个言论引起国际议论。参加的公开场合，这个抗议声音嘛拢对调调，安互这座国家大事的访问来惹一言暗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英国伫当地11开始有25万的初级医师，也就是等于咱台湾的大院医师。因发起连续4日的罢工，要求政府要甲因的薪水提悬35%。不过卫生主管单位，咱像目前也无想要体谅。
另外，伫咧地理，中期院是压倒性通过，要甲劳工一礼拜做工课时间为45点钟缩短到40点钟，也就是等于讲一日减少上班1点钟。为伦敦到各大都市的车路参加罢工的住院医师，伫路的发传单，希望更较侪人知影因的诉求。英国医学院毕业生摕到证书也甲医师资格了后，就是初级的医师，相当是台湾的住院医师。根据英国 BBC 引述的健保单位资料，住院医师头一年的基本年薪差不多是新台币114万，若做阁有加班这个情形，年薪可能会达到140万。到第5年，基本年薪平均差不多新台币228万，若做个包含津贴还是加班费，年薪约要290万。因为住院医师的工作范围包含门诊、急诊甲值班，工作的时数有当时有12点钟以上。BMA 认为过去10多年薪水起价幅度伤少，所以才要求调悬35%。I don'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went home and felt like I've done a wonderful job. Everyone's got the care they wanted, the care they deserved. 不过，卫生主管机关认为，国外这假期早拄啊过，是看病需求的高峰。部分医护竟伫这个时阵罢工，是挑工扰乱医疗体系，无顾患者的权益。The fact that the BMA junior doctors have asked their members not to tell NHS managers whether they intended to go on strike or not, making contingency planning more difficult. 同款是劳工权益，南美洲的地理也伫当地时间11，由国会众议院以127票赞成、14票反对，通过缩减受雇者每礼拜上济的工时，由本来的45点钟减为40点钟。Queremos manifestar una gran alegría porque hoy día ha quedado demostrado que aunque algunos pensaran que era imposible avanzar en una mejor calidad de vida para las y los trabajadores de nuestro país。不过，中央偏右派的部分政党认为，这种的政策是甲大公司才做会到，所以安尼做是伫断绝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Pero es algo que va a ser muy dañino para los pymes, para los emprendedores y todas aquellas que están luchando día a día en esta crisis económica por sobrevivir. 左派政党出来的第二总统普瑞克竞选的时阵，就把缩短工时当作政见。伫国会跨党派的支持下，这项承诺总算兑现。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印度的人口特别超过中国，成做全球第一济。虽然因目前拢有咧推广节育，不过伫一寡较无遐发展的地区，是因为居民坚持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就是一直爱生甲生着查甫囡仔为主。而且嘛，因为居民唔捌字，也是讲较无钱，真歹推动节育措施，甚至嘛有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认为无应该节育，所以推广的成效是无介好。拄啊生煞的戴维面上无表情，倒伫囡仔边仔接受访问的时阵，完全无欢喜。चौथी लड़की है मेरा उम्मीद करता था ये लड़का होगा लेकिन हुआ नहीं चौथी लड़की हो गई। 戴维大的比哈尔邦有印度上悬的生育率2.98，其中吉根森节这个城市有达到4.8到4.9，也就是每一个妇女平均生差不多5个囡仔，比全国生育率2.1悬正济。原因之一就是甲当地重男轻女有关，这原来互推广节育的医护人员正伤脑筋。लोगों में भ्रांतियाँ इतनी ज़्यादा है कि जिस वजह से प्रॉब्लम होती है हमें सबको समझाने में। इस वजह से यहाँ का TFR भी बढ़ा हुआ है। हम लोग पूरी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联合国估计，人口超过14亿的印度，特别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上济国家。啊，毋过伫散车的所在，人口增加伤紧，颠倒会造成地方政府资源不足的沉重负担。所以，卫生当局锁定比哈尔邦，宣传2个囡仔拄好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使用保险套也是撇体药，若无规气绑起来。啊，毋过当地人大部分毋捌字，重男轻女的观念正重，节育计划面临重重阻碍。45岁索伦是7个囡仔的老爸，伊认为这又是查某人的代志。ऑपरेशन किसके आपके लिए या मैम के लिए? इसके लिए। अच्छा और आपका? हमारा क्या हम ऑपरेशन कैसे करेंगे?
除了庄卡较歹推广教育计划，占总人口1.3%的穆斯林，目前生育率是2.3%，是印度所有宗教族群中上悬的。因认为囡仔是真主赐予因的礼物，无应该借用。不过这种观念当慢慢改变。统计显示，过去20年来，甲其他信仰比起来，穆斯林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已经是上悬的。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真出名的性交易红灯区，即卖因的市长发声讲要改变城市的形象，佮有减少伤侪观光客带来冲击，打算要甲即个出名的红灯区收起来，要求即寡性工作者伫选去较郊区的所在。但若是即寡性工作者咧反对，郊区的居民嘛是惊游客走去遐吵吵闹闹，所以咧表示不满。街仔路的红灯闪闪时，规路的人是吵吵吵。荷兰阿姆斯特丹上出名的红灯区，每一年拢成真侪游客特别来到这。但是即马当面对耍话命运，阿姆斯特丹的市府真正是提出计划，为着要改变城市的形象，减少过度观光造成的冲击，打算把即马的红灯区关起来，把性工作者送去郊区的失踪中心。 Daar begon ik ook mee, maar een van de maatregelen daarin is ook dat de prostitutie daar moet verdwijnen. 计划提出，就随引起郊区居民的抗议，因认为讲，若失踪中心开伫遮，都会有一堆游客来，会严重破坏当地大的品质。就连总部设伫当地的欧洲药品管理局，嘛烦恼讲，这种作恶的会对地区造成歹的影响，跳出来反对。 Het gaat een grimmige plek worden. Ik ken geen hoerenbuurt in Europa die niet grimmig is. 其实，佫较无想要搬的，就是伫咧红灯区做事的人，因只讲市府根本就无咧考虑性工作者的工课会受到影响。规划中的失踪中心，敢若100个房间，啊无即马红灯区250个房间的一半。Ik vind er eigenlijk niet zo heel veel van dat we dat hebben gezegd. En wat ik persoonlijk heel kwalijk vind, is dat de burgemeester zegt. Dat wij alleen maar een toeristische attractie zijn en dat de mensen ons komen uitlachen en ons vernederen daar op de wallen. En dat is gewoon niet zo. En ik denk dat het belangrijker is hoe wij ons voelen dan hoe iemand anders vindt dat wij ons moeten voelen. 阿姆斯特丹即马对红灯区的限制是愈来愈多，包括拜六拜日爱提早关，区内是禁止食大麻，甚至呼吁来度假的外国少年人拢莫来红灯区。这措施互性工作者批评讲是政治迫害。搁在讨论的这个所谓的计划，暗算搁要几多年才会通过。但是市府打算伫今年底进前就决定失踪中心的地点。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来看 AI 技术最近是长时行，中东的科威特嘛开发出会当连续报新闻24小时拢唔免休困的 AI 主播，而且是做金头毛无包头巾的外形，说是讲阿拉伯嘅语言呈现多元融合的概念。另外，最近嘛有愈来愈多 AI 创造的艺术作品。 不过，这寡拢是透过大量的数据，重新去整理到做伙物件，到底敢会当算是咧创造艺术，嘛是引起正大的争议。穿黑色西装外套、金色低头帽的女主播费哈，看起来真专业的咧报新闻。伊用阿拉伯语言讲甲真流利，根本看袂出是人工智慧的 AI 虚拟主播。这是科威特新闻伫社群网站推特面顶推出的新闻主播，未来想要用伊来报新闻。 أنا في الضغط. أول مذيع تلفزيوني تعمل ب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في مؤسسة كويت نيوز الإعلامية. ما هي نوعية الأخبار التي تفضلونها؟ لنسمع آراءكم. 科威特新闻网站是1961年创刊的科威特时报的网站，伫推特面顶有差不多120万人咧追踪。这个 AI 虚拟主播费海外形、青色目睭、甲无底头巾仔，嘛代表科威特包容的多元化社会。 有用 AI 主播咧报新闻，嘛有利用 AI 人工智慧创作艺术画作。美国加州博物馆进前展出各种 AI 创作的艺术品，为机器人的罐头到开讲机器人等等，上受到关心的是用 AI 创作的艺术画作。 Behind me now, we are watching these corals that are not real but looks very real. In this project, specifically AI trained on 100 million coral images. And unfortunately,
the current climate change is damaging all the corals. But the question is, like, can we use AI to preserve our memories? AI 技术创作者认为 ，AI 只是一个工具，用 AI 画出来话，甲艺术学习者同款，学习真正的人的技巧，家己创作作品。也毋过因为 AI 会当借着大量数位化的艺术品，一直演算来产生新的图。有一寡人认为 AI 技术定义是抄袭数据内底原本画作的部分，经过复制加落来，佮搭起来，甲真侪优秀的作品斗做伙，加做一把新的画。这嘛，后者的 AI 画作是毋是会当加做真正的艺术品？是毋是会当当做 AI 创作者家己的作品引起争议？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英。国内有欠卵的问题，即马猪肉继续直直咧清关，肉粽节伫要到啊，台南就做肉粽的业者挡袂牢，喊出要起价5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日就表示，最近会一直进口鸡卵来，欠卵的问题应该这个月就当解决。啊，若是猪肉继续会尊重市场机制。小汤和肉粽大煮好是香公公，边民众早就摆好准备要买。台南有名肉粽业者因为猪价甲管不了，一直起价，只好大出股市宣布肉粽为45块起到50块。3层肉1/4鸭蛋黄、香菇、土豆跟虾米。它这些材料都涨价。对，啊，鸭蛋一次还1个月涨2次，所以成本不堪负荷。不过，清关屏东肉圆业者感叹利润遍布，当地地农讲，饲料贩卖成本大起是造成猪肉起价主要原因。利润就薄了啊，蛋涨比较多，我们有蛋也涨吼，什么都涨，猪肉涨，蛋涨，什么都涨。我们饲料成本越来越高，因为我们饲料玉米是从国外进口的，因为运费的提高，导致玉米的单价格也逐渐提高。欠卵还未解决，高一节进前猪肉各问题，争议声当中，农委会决定卖成价做农业部引起外界批评。主委陈吉仲11把承认国内鸡卵生产严重不够，今年每年可能欠卵无甲1天时间受访时阵煞解喙，是媒体用词有差距，这2个月会陆续进口800万粒鸡卵，欠卵问题这个月就会解决。用词的这个部分，可能媒体下的这个部分跟实际有点差距，因为这几年的鸡蛋的需求增加，每一天大概要2400万颗的这样的需求，那国内的产能在这1-2年可能还会跟不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透过进口还有滚动库存来补足。陈吉仲认为，猪价适时反映其成本是市场机制，是不是第一任农业部长竞选伊强调是总统加行政院长职权，无愿意加讲。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伫咧2021年宣布要来投资高雄，不过即马7奈米的制程已经停起来啊，而且即马佫传出讲28奈米在抢的标案要延后，引起地方的关注。经济部甲高雄市府是强调，台积电要投资高雄的意思是无改变，4月20会由台积电来对外说明。红城台积电高雄厂有定地，这礼拜也是技术时间，为台积电宣布7奈米厂暂缓，佮传出原本1月要开标的高雄厂机电工程标案延后1年。高雄厂计划采买基台清单有变化，毋过由红城台积电高雄厂是要因应市场变化，该投资先进制程或者是先进方式。台积电在高雄的投资不变，好，那这个是非常明确的。那这个高雄的这个相关的工程呢，都会在推进。TSMC 在高雄相关的这个工程也都顺利的在推动。经济部甲高市府拢挂保证，台积电投资高雄计划不变。台积电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认为，目前全球半导体无景气这因素，恐惊订单不如预期。加上台积电海外设厂计划有申请当地政府补助，甲建厂机场的压力，推高海外设厂计划未变动，而是调整国内布局来反映景气。不过台湾生产成本有一定优势，加上人才这强项也是有一定竞争力。全球半导体的一个景气，那么整体在这个库存的一个去化，那么以及在终端需求的一个上升的状况是比较不如预期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比较导致在未来的一个订单能见度相对是比较有限的。
台积电宣布投资高雄以来，成有7奈米制程暂缓，高拄着这一摆28奈米制程恐惊有变化，也互市府一直互国民党在地机关积极画大饼。台积电多是伫法人说明会进前暂不期，无方便评论。按算20举行的发说会才会明确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愈来愈侪家庭有长期照护的需求，就要靠移工来做看护。不过，嘛有袂少人去拄到移工落跑的情形。依照现行的法规，移工走无去了后，就要等3个月才会当补新的人入来，致使就会造成3个月无人照护的人芳。针对这件代志，劳动部表示，因是支持把这个等待时间缩短到1个月，会阁透过修法来照顾大家的需求。国内有真侪家庭因为考虑到经济这因素，长期拢爱靠看护和移工的服务，但是考虑到移工逃走的情形真严重，但是即卖就护法是规定讲，移工失联了后要等3个月才会当补人，但是这就造成这段时间无看护，即卖立委提案修法。伊若走的时阵，伊要搁去申请，未申请的时阵，伊一定爱一个人无食头路伫厝的。顾这个死大人，现有的长照政策也没有办法在空窗时期能够提供及时跟必要的协助，对于他们的家庭成员来讲，这个精神跟压力都剧增。劳动部是回应讲，建议甲保人进前3个月的时间减到剩1个月，透过修法去改善实际上的照顾需求，而且好好处理一寡看护争议的案件。移工请求转换雇主复杂案件，已函请地方政府适时召开协调会议，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透过薪资条件改善移工转任中阶技术工作待遇。不过外头的中人是认为讲，进前是因为疫情，或者外头是无法度来台湾，即马开放边境无偌久，补人的时间若减做1个月，人要补到到是真困难。只有对于说很急迫性的人才会有这个需求。那现在一样还是大缺工，就优势而言是帮助到雇主。现在的缺工是因为疫情刚趋缓而已嘛，那国外的引进才刚解除免隔离嘛。在朝野党共识之下，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下晡是初审通过就护法58条的修法，看护移工补人进前等待时间是减做1个月，若是3级的移工是减做3个月。劳动部估计初期会有1000个家庭、2000间企业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公卫学院公布上新的研究，讲大约有26万的囡仔感染新冠肺炎了后有留病尾，这镜头是甲大人要讲，有受疲劳、甲失眠等等的问题。有部分的囡仔较高会出现注意力袂集中，也佫有影响到发育甲课业的表现。新冠本土疫情病例真少，而且持续降低。不过，长新冠对儿童少年的伤害袂使无重视。台大公卫学院最新的研究发现，台湾伫武汉、原始株到Delta变异株期间，儿童甲青少年感染人数真少。不过，Omicron大流行了后，台湾恐惊有26万个0至17岁儿童少年有长新冠的镜头，而且青少年是儿童的2倍。随着年龄呢，事实上，这个儿童呢，其实相对于青少年是比较低的。那么青少年的长新冠，事实上是高于我们的儿童。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儿童长新冠流行率会对着时间渐渐递好，不过确诊1年后，也是有15万个儿童少年带病母。医师表示，儿童少年长新冠的镜头甲大人正共，会有加速夜间头痛失眠这个问题。部分儿童少年较无法度专心，严重影响功课表现。青少年其实是面对考试的一个压力相对比较高的族群，那的确会有一些人说，他们觉得他们统整能力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他们小考考得不错，可是在大考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锐利的思考。医师建议家长，囡仔若感染治疗好，会当加补充鱼啊、深色蔬菜水果这些食物，有助减少发炎的反应。爱避免食伤济甜的甲淀粉类，并保持规律的运动，充足的困眠，会当加速身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北门传出，敢若是鱼电共生造成蛤蟆大量死亡的状况。有一个养殖户伫月初时阵，为分林引进差不多500万粒的蛤蟆仔，即马煞是拢死了，损失上8万。敢是鱼电共生造成的问题？即马也该调查。台南北门蛤蟆养殖户的渔民，摕网仔为水内底浮起来，
全部拢是死去的蛤蟆仔，加上前几天守护起来的尸体，已经累积几内地饲蛤蟆20几档的渔民就讲，淹过拢无问题。今年开始变作渔田共生的养殖形态，才拄囥蛤蟆仔3天就出代志。甲隔壁毋是渔田共生的养殖池比起来，蛤蟆无出状况，更加引发养殖户质疑。应该顶礼拜一放的，放落了后，隔天就已经出状况啊。第3天就是规个四周围伊个蛤蟆拢已经破起来啊。嘿啊，以阮饲养的过程当中，这20几档阮毋捌看过这个情形啊。对啊，到底是这鱼电的问题，还是讲迄个啥物原因，还是讲时间的问题？咱无法度去，目前也无法度去查考啦。那为什么这一次都没有事情？那其他过去这5池是做光电的，为什么5池全暴毙？受影响的蛤蟆池大约有5池，每一池饲差不多100万粒。台南市农业局动保处也到场会勘，建议养殖户先就水质、土壤、活体做检验，希望以科学的方式找出原因。也有配合动保处这边的同仁过来看，是不是还有没有活体可以采啦？那另外我会建议说，这个渔民的部分可以就是自行送样那个水体跟那个底土去厘清是不是有其他污染源或其他让文革致死的原因。养殖户表示，目前先甲蛤蟆池清理拍打，等待检验结果。毋过嘛强调，毋是反对渔田共生，只是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协助厘清原因。那光电业者强调，第一时间团队已经有关心慰问，目前正在了解相关的状况，协助渔民解决感情的难关。记者台南报道。伫咧屏东有一个二层的遗迹石头营，一几档伫周边有业者伫遐咧做供电开发，即摆已经剩黄土，抑阁有供电板的地基抑阁咧做。毋过因为这附近有保育类的野豹而且咧生活，恐惊这个工程是会破坏到生态抑阁有遗迹。由民间团体今仔日到现场去抗议，呼吁政府毋通阁再牺牲山林、臭树仔来种电。光电破坏历史遗迹。光电破坏历史遗迹。现代民主团体有布条抗议，因后边原来是一大片林地，即马就剩黄土甲光电面板地基，都惊落大雨时阵水会涉起附近较低地区。只要风台落雨落来的时阵，咱遮的老百姓真正要接受这饮水的问题，尤其红山头，这落这个庄头叫红山头，甲水底了。另外地基边还有一群二层遗迹石头营，坑土内底有被捕，县府进行委外调查报告，佮指出，坑土内底有一个保育类无危险片被捕。民主团体去年底也申请将石头营周边的文化景观在升级阶段，工程业者说已经动工。民主团体认为是屏东县府放任业者违法逃走。屏东县里面有这些珍稀动物，你不好好保育，你反而让光电就盖在他们的生活区域内，这不止毁了他们的生态，连他们的食物来源这些全部都毁了。民主团体要告县府相关人员，民主所表示，原任审计委员勘查时间是4月底，知影业者动工了后，7:30去现场要求业者停工。文资法61条去把它暂定文化景观，并勒令他停工，就是希望他也让我们把整个审查程序完成之后才施工。这工程基地原本是动保用地，屏东水利处表示，业者成立人员伫附近申请2个工程用地，不过目前这种基地设备地无受水保法限制，无法度强制要求规划水土保持。山坡部分已经水保计划已经审定起，而且已经完成第1期工程了。地的话就没有办法用这种规定去限制它。石头营周边陆续开发供电，民代呼吁明明营造文主观光景点的石头营，也要用供电面板包围，就惊当地爱付出水土保持生态文主这代价，希望政府爱好好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北部乡最近出现20外只高山仔，伫遐咧破坏农作物，而且规大片高山仔伫遐乱踅，是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高山仔在树林内底跳来跳去，骹手实在真溜俩。新竹县北部乡最近有真侪高山仔破坏农作物，唔但偷食菜蔬，而且高山仔的数量愈来愈多。最大的有20斤哦，农作物的橘子它都把它吃光嘛。有农田嘛，种一些蔬菜啊、水果啊，那会到他家里附近觅食，这样子也是会
不厌其烦啦。高山咱出现的地点，离上近的社区只有500公尺。村长提醒民众，但是当地的时阵，千万唔通摕物件甲吃。应该是觅食，他也会有时候他还会应该躲着人家，但是太多的时候，他就比较不怕人了。以现行来说，林务局这边有猕猴电网的补助，那针对的是农友这边种果树、蔬菜、花卉。如果有受到台湾猕猴的危害的话，他可以申请电网的一个补助，在不伤害猕猴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用电木器跟电网围起来，避免猕猴的侵扰。村长讲，过去拢是我山区才看会到高山仔，这摆规定出现在山骹，无排除是因为来找食的物件。虽然目前并无攻击人的行为，不过嘛提醒民众要特别细腻。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伫咧掠毒品，也有找炸弹的任务当中，拢会当看到警犬出动。即马新北市有5只要替一个警犬，想要找新的主人。开放民众会当去申请领养到4月13。Sorry， 我的。这只边境牧羊狗合作查理，伫新北市警犬队服役期满，佮有咧耍球的合作鲁比。因过去的任务就是掠毒、进步、甲毁掠的所在。我们平常的训练的话分为2个，第一个呢是嗅觉训练，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然后第2个就是服从训练，透过它的吃或是玩来做训练。林肯员工这个警犬除了参与过国庆勤务，嘛是真侪重大活动为安的好卡手，通常服役4至7档就会退休。新北警犬队嘛表示，自成立9档瓜以来，去年开放第1批领养，成功每合8只，今年开放第2批领养，总共5只狗仔，希望替因找到好新厝。必须有养犬的经验哦，因为毕竟我们的狗都是中大型的狗哦。那再来呢，就是要有家里呢，希望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活动空间。新北警犬队指出，要领养的民众希望有饲过中型犬以上的人较好，另外嘛袂当有违反动保法等等的案底。自开放领养执行以来，目前有60个民众表达意愿，会透过书面审查、举办见面会来筛选，然后去到申请者的厝内做环境的评估，开放申请领养到4月13。详细资讯，民众会当去新北市恒大警犬队面册来查询。记者调入小开新北采访报道。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有打造一个模拟火星环境的设施。伫今年热人 ，NASA 就要找4个人来模拟伫咧火星的设施当中生活一冬，要来了解住伫这款环境当中会拄到什么款的状况。想要征服红色星球，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将目标定伫2030年，将太空人送去火星。伫这进前 ，NASA 先伫德州休斯顿的詹森太空中心展开一项模拟计划。NASA 用3D 打印技术建造模拟火星测地设施，火星沙丘 Alpha， 甲太空人工作生活环境。今年热天，4个互人选择的志愿者要伫这设施当中展开1年体验，互科学家了解长期伫封闭的环境当中生活，会对太空人身心造成什么款的影响。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going to something like Mars, you might want to go look at something 6 hours away, or you might, there's a huge discovery element there. And so we really can't have them just walking around in circles for 6 hours. And so this enables us to have them do the physical activity. 而且体验人员爱模拟伫火星执行任务的情形，周边也布置必要设备，亲像温室、电疗电池、气象站等等，互人员模拟日常操作。户外任务结束的时阵，要进仓也有真侪动作爱做，人员爱经过真侪关卡，将辛苦的沙尘给用掉，换清气的衫才能进入仓内。There are 4 bedrooms here. They're all the same. In this area,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row crops at certain intervals in the mission, and they would grow things like pick and eat salad crops, so leafy greens, tomatoes, that kind of thing. 舱内生活设备啥物拢有，工作甲生活区域也分甲真详细，有研究区、开会区、健身房、医疗护理专区，模拟设施都尽量符合未来去火星需求。另外 ，NASA 也特别强调3D 打印技术。That is one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NASA is looking at as a potential to build
habitats on other planetary or lunar surfaces. NASA 火星任务准备已完的初期阶段，目前时间更加接近的是阿提米斯计划，要在2025年和太空人重回月球。公司新闻张如平朋友。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也有外岛地区14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